雄風傳奇年度頒獎典禮週末喺列治文山市舉行，6位傑出華裔人士接獲表揚。得獎者之一係前公民法官蕭美珍，佢期望華裔社區能夠更加團結。唔係話佢哋唔融合，而係佢哋冇出嚟支持其他嘅人。咁我覺得呢一樣嘢，我好大膽咁講，或者係應該我哋改善一下。即係有好多唔明白到一個社團大家分散咗，你喺對住外邊，大家都要有一個共同嘅理念、共同嘅思想，咁樣我哋就團結好多。頒獎晚宴喺剛過去星期六舉行，今年嘅得獎者包括咗花式溜冰世界冠軍陳偉群、多倫多都會大學醫學院創始院長陳敏儀醫生、新時代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馮永發博士，同埋今年100歲嘅粵曲填詞人婉薇等等。雄風傳奇協會適逢成立25週年，一共係標彰咗100多位嘅本國華裔，將逆境化為成就嘅傑出故事。